讲到郑阳贵是台湾真重要的作家，伊在生的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，拍拼为百姓发声。每年都是阳贵120岁生一期。台文所伫咧今仔日推出新册《新编阳贵专辑》，希望整理阳贵为日本时代到战后和戒严时期的戏剧作品。送保护和缀袂边的玫瑰，拢是台湾作家杨贵真出名的小说。伊伫日本时代1906年出世，伊的文学关注社会的底层百姓，嘛互看作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。当由台文馆策划新编杨贵专辑，拢总18本，其中一本戏剧集收录15篇杨贵对日本时代到戒严时期的戏剧作品。在每年杨贵120周年的名单进前，第17举办新册发表会。伊的街头剧的理念有一部分是和新剧的迄个部分的当代性、现代性是有关系。左派迄个文学的理念，就是讲伊的文学爱写咱劳苦的大众，爱关怀劳苦的大众。杨贵的查某孙杨翠也是戏剧集的主编，伊指出杨贵的戏大多数拢有演出过，为着要瓦打一般百姓，真侪拢是用台语写剧本，也采录真侪歌谣和港语等等。事实上，第一部杨贵专辑伫1998年就出版啦，也毋过20几年来累积真侪新的文献和研究。台文馆徛伫经典文学的推广现代化甲公共化的角度，出版新编杨贵专辑。杨贵的家属因有发现一批遗稿、手稿是以前阮无编入去杨贵全集内底啊。我即马算大约是20几篇，但是这几篇内底有重复的，迄个重复阮来搁再做迄个整理。读册的方法拢改变啦，所以不只是纸安尼的出版尔，阮就想是讲以后阮嘛要做数位化。当戏剧集头前出版，台文馆期待一寡文本未来会当成做文创和戏剧创作的图码。遐若专辑完整出版，会等到2026年10月。台文馆希望这套册会当互更较侪人认捌杨贵，嘛通为台湾文学研究甲历史增加深度和看度。记者卢尚如、曾春友台北报道。